民国100年代中期买的，后期100年代后期买的手机哦。你看那个记忆体空间这么小，个位数的哦，有这么小吗？那是平均记忆体用量，那可能全部的记忆体空间大概有10几还是20几，10几啊，大概是10几 G 了。更新的110年代的小米手机的内部记忆体空间好像24 G。更早期的只有个位数的记忆体空间，要安装手机程式很困难的，有的还要离线可以用，还要下载很多档案呢。你看这个应用程式安装了，手机程式 APP 安装了214个，所以造成那个记忆体空间不够，有的程式没有办法使用。然后换到另一台新的手机，然后整个搬移过去，结果新的手机也是很快就会记忆体空间满了，很多程式也是没有办法使用，所以还是没有必要安装那么多程式。